大家好，又係成日贏同大家睇天氣同賽馬預測嘅時間。首先，天氣預測會係咁嘅。現時位於華南北部嘅低壓槽會逐漸向南移動。今日稍後至聽日，沿岸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，因此預計今晚快活谷夜馬好大機會係跑變化場地。喺選馬方面，不妨喺善跑、好字黏地，甚至黏地贏過或者入過位置嘅馬匹推敲。所以今晚介紹兩匹稍為有分頭，同樣係嚟自廖康銘馬房嘅出賽馬俾大家參考。首先係第4場11號超勁火力，呢匹馬今季試過快活谷同程好字黏地贏過，雖然當時只係5班，而相對於金將對手，有實力而又有狀態嘅馬可謂寥寥無幾。現時賠率有21倍，實在不容錯過。而另一匹係第6場3號智勝攻略。呢匹馬雖然評分未算有利，咁但係佢起碼喺4班贏過，同埋喺黏地有過贏馬經驗嘅。今次嘅排檔位比上次好，所以有力爭勝。順帶一提，以上兩匹馬以及尾場中心準成嘅朝朝勝都係配巴道。練馬師王同騎師王咧，值得留意廖康銘同巴道呢路人馬啦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就係咁，識大家好似我咁成日贏。